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卡，今日出征呢個免費睇樓團啊，究竟會唔會俾人捱豬仔呢？出發前我都有啲緊張，依家出發。第一日嘅行程約咗9點鐘喺太子上車，佢哋會有專車車到我哋去港珠澳大橋過關口岸。過完關，佢哋嗰邊嘅同事就會陪同我哋一齊。第一站佢帶咗我哋去咗 4S 店睇車，內地嘅新能源汽車真係又多又新款，價錢仲好平添，10萬8萬就可以買到一架啦。每月租車位嘅價錢都係幾百蚊。午餐時間啦，嚟到呢間叫嶺南如家，聽佢哋講就話好出名噶，好多澳門人呢特登過關過嚟呢度食啊！都好好招呼喎，呢隻係鴨嚟㗎？係啊，燒鴨嚟，燒鴨，鹽焗雞喎。阿堅最好嚟中冬瓜湯，打返邊隻班花甲瘦肉冬瓜湯，明白周撈係嘛？明白周撈有咩咧？夾肉枝豆腐嚇，橄欖菜炒豆腐。淡水鱸魚先，鏡頭上蒸肉餅啊！食完飽飽，進入戲肉啦。我哋去咗珠海天虹廣場隔離嘅成豐廣場，佢哋主力推手嘅車位投資啊。到啲乜嘢條例同埋政策咧，就會直接影響到我哋嘅經濟啊！所以係中國嘅政策嘅經濟，就好似當年房地產成為我哋嘅龍頭企業一樣，係嘛？當時政府要大力支持房地產，可能樓價升啦，跟住樓價周邊嘅，例如話裝修啦、建築啦等等咧，全部都係揾到錢嘅。頭先落咗地庫3樓啊，睇車位啊，咁佢呢個車位就大概32萬起啦。32萬係包咗一個車位、一部電車同埋一個中廣牌嘅。電車需要交翻俾佢哋運營3年，電車嘅租金呢，每個月就同佢哋拆賬，車主佔7成，佢哋就佔3成。另外車位方面呢，佢哋話可以租俾人用作充電。聽完車位介紹之後呢，又係時候去食晚餐啦。今次呢，嚟到一間私房菜館。睇落個裝修又好有特色嘅，招呼都係好好啦，有雞有鵝，有成10道餸。夜晚8點鐘，佢哋就送到我哋嚟到酒店，眼見酒店都幾乾淨嘅，2張嘅4尺床，裝修簡簡單單。感覺幾舒適，冇渠味，亦都冇霉味。沖涼花灑力度都可以，